中科院伫嘉义滨乡有设一个航太园区，为着要掌握园区的开发进度，中科院今日专工来到现场了解。地方也讲，期待这园区设立会当创造就业机会，让老社区有新发展。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主任说明无尽滨乡航太园区开发的进度。船长讲，进前这个所在是环境甲治安的死角，因入来整理了后，即马环境有正大的改变。定期在巡逻。可是都是就是巡逻尔啦，无去管理就对啦。一直到164开通，后来交由中科院，中科院在认养凤梨桥，来再做逐步做开发，做环境整理。2019年7月底，第一届伫滨乡举办说明会到单，中山科学院伫嘉义县政府的配合之下，目前滨乡园区甲无人机航太产业园区已经进入实质开发的阶段。县政府表示，航太园区暗算伫2025年正式对外招商。这个产业园区啊，有中科院，也有民间的产业园区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基地的规划。那民雄未来这个地方的产值预估1年大概在35亿，大概会使用到1200个工作人员。嘉义县无人机产业分做民雄、太保甲宜德。民雄这边负责中大型商用甲军用无人机的生创生产，嘛是实现国防自主的基地。船长表示，地方真期待园区的设立，希望会当创造就业的机会，替老社区带来新的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